你知道吗？等等，这里头没有陛下的家眷，只有晋王的家眷。李定国的家眷，太好了！如今朱由榔全仗李定国护着，才能苟延残喘。晋王妃，王妃，我本不该出卖您，可是这些个宫人都是无辜的，我不能看他们白白的死去啊！公公，你糊涂啊！你知道吗？我怀里的婴儿，他其实是……抱着的婴儿是谁？是你和晋王的孩子吧？是。可是她只是个女儿。女儿好啊！李定国已经有了2个儿子了，现在又有了1个女儿，儿女双全，好福气呀！本王历来最讲信义，来人，赏。平西王，你说话可要算数，放了他们。晋王妃，我对不住你和晋王，我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公公，思行，这把金钥匙你收好了。你先带领1万的人马，保护陛下跟皇后马上离开，我来殿后。遵命。李定国，大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改朝换代势在必行，你又何苦逆天而行？带上来。定国，思行，夫人，娘。李定国，只要你交出朱由榔，本王立刻将你的妻子和孩子毫发无损地送到你身边，还要上书大清皇帝，封你为王。李定国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你们可是结发夫妻。别忘了，还有你刚刚出世的女儿呢。思行，快走！爹，可是走啊！夫人，我李定国欠你的，来生一定相还。
居然杀了你结发20年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！苏青，要么你现在就一枪刺死我这个爹，要么就赶快走！父亲，儿子不敢弑父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爹。上！迎战！爹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李定国一世英雄，可惜不识时务啊！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！嗯。原来是这块玉佩救了你一命。你父王斩杀我数员上将，现在我就用你来祭奠他们的亡灵。本王一生征战多年，杀人如麻，手上不知沾了多少鲜血，可却从未亲手杀过婴儿。今天，我就把你留在这战场上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见到你了，倩莹，倩莹，快叫爹！爹，真乖。这就是明珠谷了。早在多尔衮率清军入关之前，崇祯皇帝就预感到大明江山不保，于是他未雨绸缪，设置了3处秘密基地，为的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光复大明。这其中一处便是明珠谷，许多不肯归顺大清的高人骑士，全都隐居在此。果然是一处世外桃源。相公，久闻樊先生大名，为辅佐永历帝与妻女分离，现在总算是一家团聚了。请。相公，这些都是咱们大明最后的精英，待入谷之后，我再一一为你详细介绍。来，义父，你今天怎么肯带我出谷玩了呀？今天是你7岁生日，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明珠谷，所以义父今天带你出谷开开眼界。哇，那我是不是能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？你呀，就是挑食。确实，在谷中也没什么好吃的。易欢，今天你想吃什么，义父都买给你。哇，真的吗？嗯。太好了，我的义父最棒了。走。好，请问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平西王呀贴了告示，说是今日53刻，要当众绞死前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。朱由榔，不是逃到缅甸去了吗？缅甸王哪里敢得罪大清的皇帝和吴三桂呀？最后还是把他和他那些文武百官都送给了吴三桂。这要是遇到了改朝换代，这皇帝的命比我们这些老百姓还惨啊！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都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。看这孩子这么爱笑，要不朕就给他起名叫做易欢。
下，皇后，把他拿下！范神医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晋王？他们在哪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来过这个地方？难道以前有人住在这儿？这缸里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原来是野山葡萄酒啊！这还有野山葡萄酒呢。我回来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大伙都快急死了。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爹，你就知道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师哥师姐们都已经通过考核，可以出师了。真的？恭喜各位师哥师姐了。薛姐姐，那你到江湖可什么事儿都得分享妹妹一份，好吃的好喝的都得给我留着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跟着你师哥师姐们，还不是拖累他们？才不会呢！你也太小气了吧！师哥师姐才不会呢，他们会有福同享，有难独当的，是不是？大不了他们打劫，我站岗；他们吃肉，我喝汤嘛。就知道油嘴滑舌，懒得理你。马上跟我回去，过一个时辰，面壁思过。
贵就贵。走了。嗯。你又去山上玩了？你不知道山上有野兽出没吗？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跟我爹似的？哎，不过我在山上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。你呀，就知道玩。什么好玩的地方？也不知道是谁在那个山洞里啊，放了一大缸葡萄酒。真的？不许再去了。主持，你帮帮我吧！施主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主持，我和夫君省亲途经元州，没想到夫君突然染上恶疾，就这么去了。阿弥陀佛，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看你如此年少就经历这等不幸之事，实在令人同情。好吧，毗尼就为你的亡夫做场法事，超度亡灵，让他能魂归故里吧。主持，谢谢你，谢谢主持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主持帮忙，为了给夫君治病，我身上的银元全都花光了，不能去住客栈了。主持，您就收容我几天吧，带我的家人来把夫君的灵柩带走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安里多捐功德。这水月庵多年来一直深得知府夫人看顾，3天后她要来此上香许愿，到时安里会谢绝一切香客。若是他看见你们在此，恐怕多有不便呢。主持，我已经给家里发了急报，他们一定会赶过来，一定会在知府大人、知府夫人上香之前把我们接走的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主持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主持，我求求你了。快请起，我父慈悲。毗尼就做主收容你3日吧，快请起。谢谢主持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叶师弟不愧是咱们的军师，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都进行得很好。还是大师兄的逼气功厉害，那主持1连2日为你做法事都没有丝毫的察觉。明日啊，孙福的夫人就会来上香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对了，易欢接应的船只没问题吧？应该安排好了吧？他说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小师妹虽然平时贪玩，但还是分得了轻重的，会安排好的。我亲自带他踩过点，亲自安排好船只，再三嘱咐过他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这个臭猪哥哥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孙福还没抓到呢，就让我看着这船，这船难道会跑啊？真是，元州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怎么一提吃的我肚子就饿了？不行不行，猪哥哥再三叮嘱我了，我必须要看好这个船。我还是在这儿老老实实守着吧，免得到时候有怨我。船家，船家，啊！送我去元州城的春风院。对不起啊，我这船不送客。哇，好大一锭银子啊！可
可是猪哥哥吩咐过，千万要守在这里，不能离开。那这个钱我是挣还是不挣呢？现在送不送？撤！是他，他怎么会乔装改扮到这里来呢？难道是鳌拜又在搞什么阴谋？猪哥哥他们明天才会动手劫走孙府，我且先送送这个车夫，说不定能打探到什么重要情报。到时候师傅和师兄师姐们就不敢小瞧我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哟，这人的功夫在我之上，我得当心点。客官，您说的春风院在什么地方啊？顺着河一直走，到了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好嘞。元州城里鼎鼎大名的春风院都不知道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子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春风院。啊，官人这边请。走，慢走啊！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妓院啊！京城里有那么多更好更大的妓院，这鳌拜的车夫不会千里迢迢来到元州就是为了嫖妓吧？肯定不是为了嫖妓，我得跟着看看去。妈妈，生意可好啊？托中堂大人的福。哇，真美啊！这一定是哪个头牌姑娘的房间吧？这么多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银的哎！没找到那个车夫，那我就打包这些东西也不错。官人请，官人这边请。中堂大人最近可好？一切安好，有劳妈妈费心了。官人这边请。好。官人请。妈妈，中堂大人交代您的事情，办得如何呀？哎呀，官人放心，这中堂大人交代的事情，自然是我春风院的头等大事。只不过中堂大人这次挑中的2位美人，虽然长相不错，但是资质却欠佳，
想要把他们调教的琴棋歌舞精通，还要精通男女情趣之事，恐怕还需要多些时日。什么美人啊，还要琴棋书画皆通，还要懂得男女情趣之事？难道鳌拜想替自己讨小老婆？来不及了，离最后一批秀女进宫的时间不多了。待我办完这桩事，就送他们进京。哦，鳌拜不是给自己讨小老婆呀，是在帮康熙那个小皇帝调教小老婆呀。这个鳌拜一边给皇帝下毒，一边给皇帝挑选美女，还真是软硬兼施啊。这地方不能久待，我得赶紧离开，去船上等诸葛哥他们。元州知府穆泰大人与我明晚相见，就在你的春风院，还请妈妈提前安排一下。官人放心，奴家一定安排妥当。有劳妈妈了。知府大人，穆泰，不就是我们要绑的孙福吗？是你？不是我。你假扮船夫跟着我，又来偷听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饶命！你先松开我！说。我说，这小的就是一个跑船的，我这送客官来这儿，这春风院我也不知道这春风院是哪儿，我这一来才发现，春风院是个妓院，我就想小的我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，我就进来，但小的穿的这身吧也不是熟客，没什么人招待小的。小的就在这2楼瞎晃悠，这晃悠着，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器，我就想伸手拿几件，结果小的错了，这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为了偷东西，没有别的企图？小的糊涂，都是小的一时糊涂，这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，你看看，都在这儿。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。客官，小的真是一时糊涂，偷的这些都给您了。还有，之前客官赏给小的，这一并还给您吧。哎呀，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。小的家里还有5旬的老母，还有7旬的祖母呢。您就看在小的这么不容易的份上，您就放了小的吧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小的就先走了啊！客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身上真的什么都给您了，您不信您搜，但您千万别带我去见官啊！带你个小毛贼去见官，我没那个闲心。不过，你一个小小跑船的，居然会武功？我这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船帮兄弟都会练点，但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，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？妈妈怎么看呢？一个穷跑船的，教训一顿就放了？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，这丫头鬼着呢。丫头？哼，您没看出来呀？这是个姑娘，还是个厨呢，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，你胆儿够肥的呀！来人，把这女贼给我抓起来！走！干什么呀？进去！干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救命！救命不行，我必须得出去。天一亮，朱哥哥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。万一他们抓了孙福来到河边，却发现我和船都不见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
要是看到我连这么简单的童叟都打不开，肯定会骂我这个没出息的徒儿给您丢脸了吧？只怕不仅仅是把您的脸给丢了，搞不好我把自己的小命也给丢了。叶师弟，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易容成他们的样子，还真是有点困难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想孙福那个鳖孙也不会对手下的人个个都那么熟悉吧？8分像的话，还没问题。能不能生儿子，那都是命，不能强求。说的倒是轻巧。老爷要是不喜欢儿子，为什么3年之间纳了3房妾室？夫人何必在意？那他们不也都生的是女儿吗？要是那几个小狐狸精比我先生出儿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夫人，菩萨面前不能口出恶言呐。哎，罪过罪过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人，请给菩萨上香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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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来人！大人何事？何事？这里有诈，快扶夫人出去！快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不过想请知府大人跟我们走一趟，或者我们应该称呼您孙福孙将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个呀，是我家人给安里捐的功德，望您收下。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主持，我刚刚看到知府夫人的轿子已经到了，还请您帮我从偏门引开，不要冲撞到夫人啊。大人已经到了，我今天怎么睡得这么迟啊？你们快随我从偏门出去，这样就不会撞上他们了。嗯。
的孙福去了，那默笙和倩影不就危险了？大人，怎么样？他们两个有消息了吗？父亲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，可能是偷懒去了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其他人收好了，跟我进去。放肆！佛门清修之地，岂容你们在这儿胡闹？退下！大人，小的们不是担心您和夫人的安全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备轿。是。抓起来！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想要本官的性命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如果老实交代的话，本官或许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；如若不然，哈哈哈！弓箭手，慢着！老爷，快放了我夫人！若我夫人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了你们全部人的命！孙福。想不到你一个贪生怕死、卖主求荣的人，对你自己的女人，倒还算有点情义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孙福，李嗣兴将军到底身在何处？是死是活？没想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余孽还在兴风作浪。李嗣兴将军到底在哪儿？就你们几个毛头小子，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让你的弓箭手退下，放了我的朋友，我就放了你的夫人。2换2，除了我夫人，还有我那替身一并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。手！言而无信，卑鄙！那些遗老遗臣们没有教过你们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君子了，只有成者亡，败者寇。给我放箭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小心！庆城。剑上喂了毒，必须马上把它吸出来，否则会危及性命。忍着点。不，大师兄，万一你唇舌间有伤口，也会中毒的。你是大明的太子，身份尊贵，不能让你为我冒险。还是让他们去找解药吧。别说了。大师
师兄小心。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吧，我上去等人。这。奇怪了，老大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应该不是言而无信之人啊。开了1天锁了，我这手指头都快磨破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菩提老祖，你们都显显灵啊！快点让我把这把锁打开啊！终于打开了！刘大哥，请您帮小弟在中堂面前多多美言2句。小弟早已跟钱明余孽划清界限，一心忠于大清，忠于中堂大人。钱明余孽呢，居然暗中派人来刺杀你，足以见得你早已和钱明余孽势不两立。是。那在下就回京复命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就。哦，难道这个一脸奴才相的人就是孙福？可他现在不是应该被朱哥哥他们绑了吗？难道朱哥哥他们失手了？知府大人，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，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呢。妈妈帮我找一个厨。这怎么不舍得呀？哎呀，不是。妈妈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县官不如县管，这春风院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。好吧，不过这丫头她性子野，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，以免冲撞了大人。快带我去看看呐！好，这老鸨说的性子野的姑娘不是我吧？那我得赶紧离开。不对，既然朱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补过呢？对，我得回去。
傻丫头，你长得这么俊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官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，我送给你。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只要你看上眼的，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妈妈，您这是哄我呢？哎呦，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。不过呀，我要是放了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，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，那你偷东西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了。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你。但是妈妈，哎呀，像你这么年轻，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，难道你真的要坐大牢啊？丫头，你是聪明人，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？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，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。哎呀，其实女人呐，早晚是有这么一天，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就一个晚上，就一个晚上。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。不过妈妈，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可不能食言啊！哎呦，您放心，妈妈我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。快快快，给姑娘梳洗打扮，快！姑娘请吧。哎呀，各位兄台，好久不见呐，是啊，十分开心呐。来，咱们干了这最后一杯。表哥，你喝几杯啊？好，都是个菜呀。大人请。好。快快快，见过大人。知府大人。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是妈妈说的，说您是知府大人，让我好好伺候您。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果然是个厨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好伺候啊。不错。知府大人，那个妈妈跟我说啊，您今天遇到刺客了，让我给您倒几杯酒压压惊。好。谁呀？这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行刺您啊？就几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为惧。哦，那抓住了吗？可惜啊，让他们跑掉了。哎，不提那些事儿了。今天晚上，你可得好好的陪我找找乐子。是啊，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尽情的喝酒。好。不过这酒怎么跟我往常喝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压惊准备的酒啊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香，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。哎，大人，咱俩玩骰子吧。好，来，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您输了，大人，您输了。来，满上。您输啊！这杯酒您得全喝了。好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。再来。小翠，来呀，玩呀！找你。输了的话呢，你还得再喝一杯。这每次为什么都是我输啊？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。来，大人喝。让我休息一下。哎，再喝点吧。休息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。哎呀，跟我玩骰子，
从小到大，明珠谷就没人玩得过我，跟我玩，哼！天哪，这人跟个死猪似的，怎么抬啊？不行，外面都是他的侍卫兵，怎么办啊？有了！袁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、酒楼、客栈都找遍了，易欢到底去哪儿了？一开始我还怪他，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。现在，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是易欢的暗号。大师兄，小师妹说她在春风院，可这春风院是什么地方啊？春风院听着像是妓院的名字，可是欢妹怎么会在妓院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小师妹说她在妓院里捉到了孙福，让咱们赶紧去接应。猪哥哥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慢点啊，樊姐姐。这个人就是孙福。不过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把他灌得不省人事了。果然是他，这个老狐狸。欢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哎呦，我这是迫不得已嘛。猪哥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若不是你擅自行动，划走了接应的船，我们怎么会落入孙福的包围圈？倾城为了救我，还受了重伤。学姐姐怎么了？严重吗？已经服下解药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只需要运功几个时辰，就能排出余毒。事情败露以后，孙福下令全城搜捕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。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，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，让我们暂时有了安身避祸之处。青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。大师兄，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，也不能全怪小师妹没在指定的地点接应我们，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太老奸巨猾了，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，对吧？算了，你能抓到孙福，也算是将功折罪了。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孙福的人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把孙福给运出去。我知道，老办法。龙少爷，酒楼就要打烊了，我看您等的朋友不会再来了吧？不如我们先回府吧，要不太夫人知道了，又要怪罪奴才了。别闹了，办正事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不管你叫猪哥哥了，应该叫你猪小妹？别闹了，猪小妹。走了。慢点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这王妈妈得了重疾。樊小妹跟朱小妹打算带王妈妈出去看病。大爷，王妈妈刚才吃多了东西，不小心生病了，你让我们赶快送她去医馆吧。走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谢谢你啊。
小师妹，怎么样？叶哥哥，你这也太像了吧！不光这个长得像，举手投足、声音、样子，所有都太像了。怪不得武师傅老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那是，小师妹，咱们只要拖2个时辰，我想大师兄他们就该出城了。到时候咱们再溜之大吉。知府大人，吃的可好？可还要添菜？不用了，别再过来打扰我们了。是，奴才明白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哇，哦，这面具戴着太难受了。叶哥哥，咱俩一块吃点吧，要不然这么多菜白白浪费了。你吃吧，我看着你吃就好了。小师妹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打扮呢，真漂亮。这件衣服啊，我穿上都别扭死了，多难看呀！你还觉得好看？可是只有一件，不穿也不行。哎，我刚刚穿了孙福换下来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穿我的吧。那哪行啊？咱们只有2个时辰，就得穿上这身打扮出去。你得扮成孙福，大摇大摆的带我出去呢。再换了衣服，咱们怎么出去啊？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呢，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，我都一定会保你安全的。叶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错什么，师傅骂我，哪怕猪哥哥也会对我凶，可是你永远都是向着我的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觉得我跟大师兄，你更喜欢哪个？这个嘛，我倒从来没想过。猪哥哥虽然对我很凶，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我好的。在我心里，你们2个都是我哥哥，没有区别的。哦，哎呀，能在你心里跟大师兄一样的地位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叶哥哥，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我什么眼神啊？我感觉你的眼神有一点点伤感，这样看着我特别不自在。小师妹，你还能看出我眼神有些伤感，我很知足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，尤其不能跟大师兄说。为什么呀？从小到大，咱们5个不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吗？哎呦，我的好欢妹啊，你还真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啊！在大师兄眼里呢，你是他未婚妻；在明之谷所有人眼里，你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。所以，我刚刚其实对你说的那番话，已经是大逆不道了。哎，所以，这只能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了吗？叶哥哥，既然你也觉得说那些话不好，那以后你就别说了，因为我听了也挺不自在的。好，以前我没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说，行了吧？哎呦，知府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呦，不能办呀！好了，所有值钱的全部搬上去。搬上去。知府大人，您是昨天晚上喝了酒还没醒吧？你这把我春风院的财产都充了公了呀！你们拐卖良家妇女，逼良为娼，没有拿你问罪，本官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知府大人，您不会忘了我这春风院幕后的老板是谁？少拿幕后老板来吓唬本官，本官还就不信了，还有胆敢置大清律法于不顾的。知府大人，您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了，知府大人之前是为了查清案情才在你身边周旋，如今有了我这个证人，留着你没什么用。你，就是你！我说，你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？
你让她一晚上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错，就是本姑娘。怎么了？好啊，你挺有本事的，你就这一晚上就把知府大人迷得服服帖帖的。大人，院中所有财物都已经搬上了马车。好，出发。大人，别走啊！大人，你这个老巫婆，谁让你仗势欺人、为虎作伥的？你别走，走啦！老巫婆，走喽！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的天上。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把春风院的衣服和首饰全都洗劫一空，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，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。哪位小师妹在执行任务中还会想着谷中的姐妹们？这个簪子最漂亮了，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。回谷以后啊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，都要留给樊姐姐。小师妹，记得你小时候什么东西都会跟雪之姐抢，反而不跟樊师姐争，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师姐。现在长大了，还是想着樊师姐。哎，其实在我心里呢，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小的时候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，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，很自卑。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，我就想着呀，等到京城以后呢，我一定帮她找到冰肌雪肤养颜膏，治好她脸上的伤，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。小师妹，虽然大师兄和师傅们总是在批评你，可是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、最善良的。后面那几条狗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出城了，等到僻静的地方，我就要把它们打发了。那你自己行吗？不用管我，在你心里，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？哎，不是的，叶哥哥，我是怕万一打起来，我不是帮不上忙吗？不用你帮忙，保护好你自己就行。